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见笑转生气，台语安尼写。华语的恼羞成怒，台语就是见笑转生气。大家一直甲责备，伊见笑转生气，规个人是去掠狂，伊互动破家规，见笑转生气，外头就走。见笑就是羞耻羞愧。厝内闹啥物无光彩的见笑代，唔通互外人知，才袂互看衰尾传甲众人知，也就是家丑不可外扬。啊，若生气，就是生气发怒。有话好好讲，唔卖生气，生气人快老。见笑转生气的转，练转，说话流畅。伊英语讲甲真练转，过来转去回去，转来回来。这学校放学转去到厝，拢爱甲时段问好，譬如讲阿公阿嬷我转来呀，也是爸妈我转来呀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见笑转生气，实在真趣味。